毅力疫苗小百科。楊師奶你好啊，好耐冇見啊，你最近點啊？超人媽你好啊，我哋真係好耐冇見啦。我有咗 BB 啊，而家30週。疫情咁嚴重，如果唔係必要嘅話，我都唔會出街啊。哇，恭喜你啊！咁你而家去邊啊？我今日去產檢啊。順便咧想請教下你啊，醫生咧叫我打流感針啊，其實安唔安全㗎？傳統注射式嘅流感疫苗係安全又有效嘅預防流感嘅方法，適合孕婦接種。政府嘅疫苗資助計劃會係每年9月尾或者10月頭開始，孕婦都有資助，可以去診所免費接種。我個女今年揀咗噴鼻式流感疫苗，我諗住揾日同佢一齊去噴啊。唔得㗎，因為噴鼻式嘅流感疫苗係活性疫苗，孕婦係唔可以揀噴鼻式嘅流感疫苗㗎，只可以接種傳統注射式嘅流感疫苗。仲有啊，你有冇妊娠糖尿、血壓高、出血或者腹痛呢啲問題？如果有，就要先諮詢婦產科醫生。咁我又冇呢啲問題喎。咁就得啦，快啲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預約。記得帶齊你嘅懷孕證明啊！